这是春假下，家家会有前菜沙拉。来看新竹香山有一间野菜园农场，总共会30种各种口味，还有无菌色、无菌型嘅野菜，用水碱栽培，唔撒药嘅，按然后适得到清洁、安全，还有多烘嘅齐嘅野菜。为做到提高野菜嘅附加价值，因为还推也到野菜呢包装多，像化菌用。农场也结合备要靠传点、加肥，还有土壤技术，为野菜变做一项文创生意。这个是什么？那就是瓦萨比，超辣的。对。你哪来吃啊？对啊，对啊。但是这是新鲜的、自然的。对，那新鲜的。熬以後將增加多嘅菜炒到小小骨，吃到會香味，唔過然下更覺易新鮮。它这个吃起来很香，有芥菜的味道。哦，芥菜就瓦萨比菜。对对对。另外一个是芝麻叶，芝麻的味道。对。有没有吃出来？有。然后，很香的味道。很香。有点辣。对，有一点。这个是在那个欧美他们常用的芝麻叶，但是瓦萨比叶这个东西是在日本餐厅他们比较喜欢。逐項按道菜用到乜嘅醬，看起來動上意思。各種嘅野菜，皮蛋將配合到嘅鹹豬肉，行卡寫得出野菜又幾青嘅，又幾甜嘅。然下草地按冷料嘅蔬菜，天天嘅熟，天天嘅香酥。特別的係，也唔單唱係一般的純糖甜甜，還係一件野菜葉。我們這裡本來是農地啦，就是水稻田，種烏的啊，你也冇人種咧，你也冇愛種。野菜葉呢條架嚟文證，帶啲人客去參觀也嘅文食菜葉。人才基本但係做愛試實嘅。而且唔盼得也改留下來嘅田橋無人之地，佢嘅天愛好好嚟利用也搭天。條下馬是佢愛起熱錯加比喎，有時上位貴州時春，一直到有一日有一啲人客，一句話老幾點上嘅。那家下上到就講，做西餐啦，西餐就係沙拉咩嚇，那啲沙拉本來我田下種嗰種係羅曼，我講見下眼看到我。cái thì nó ăn đồ lúa mặn, hạ bài lên nhiều sinh ai đã lúa mặn, nó thứ bài thì cái tiệm hồng mài cái種係lúa mặn xin à, cái hai就講啊，cái này做的是，cái thì nó種係種的是麼？cái ăn đồ蟲卵啊，就乜cái病菌啊，那種地，我講啱唔地，我怎麼辦？因為我個健康係好，係強力，我就想，到底哪裡好啊？哈。上來上去，我就講，種水根好嘞，水根係強力，錯嗎？衛生啊，安全。那你也唔好噴嗰種農藥嘛，農藥，所以你要係當安全嘅嗰種沙拉。底下是沉澱物，要涼哈。要準備超過30度。啊？冇超過。超過幾個時間咧？有冇時間啲啊？啲含氧量冇啦。含氧量超過30度含氧量就不足嗎？嘿，因為高溫哈，空氣或是氣體無法存入液體裡面。對溫室導航自家做出嚟嘅氣泡技術片，都各種無菌色、無菌用鮮呢、無菌用口味嘅野菜，同樣嘅做用嘅質地都講到同相似。來文證，愛當嘅嚟到亞嘅人客，唔但搶送味道，一定吃嘅野菜，還好味道知識。你看，你按了 micro bubble， 看得到 bubble 嗎？看得到嗎？你睇就係 bubble 啊 bubble 就係氣泡啊。哦，那 micro 係乜嘢 ？micro 就係微小啊。哦。我講係英文啦。單位。學到懂東懂西按鈕。对啊，就是一些比较专有的名词啊，然后他们是怎么培育的啊，然后就是水的温度这些，就是学到很多。外面的美生菜啊，可能吃一吃就是，只是一般的那种吃草的感觉。
啊，它就是这一种叶子自己种的啊，就是比较味道会比较明显，然后也比较新鲜。这边的品种比较多，比较多元化。那外面的话可能就是高丽菜，紫色的高丽菜，然后跟玉米、宝秀那些，然后用那个千岛酱弄在一起啊。这边的话就是像这个菜，然后先用那个九层塔高蛋塔，就是九层塔，然后用那个橄榄油跟梅子醋去做的那个味道，冻好食。比到會留一般嘅沙拉無香用，賴文正設定咗無香用嘅品種，鹽呢杜烘嘅菜，坤夾嘅葉味，有鹽呢、醬呢，還有從無用嘅暗醬嘅魚，還有色凍醬、有橙、有淺嘅橙色、紅色、掉翠色葉條，就從一撮開到鬧嘅發現。賴文正希望大幫按樣嚟帶動台灣嘅野菜市場。你啊你台灣那個生菜市場冇問題。因為台灣種菜用各種農藥的習慣沒有管制，沒有管制得很好，大沙就降啊，冇樣事啦。你要係風氣慢慢開發展就是，你要是生菜沒講下健康啊，它原始的材料冇加工過，你要東西冇被食品加工按複雜，加按多添加物，該影響各種的消費。我就比較黏體去啊，喺度唔得賣，我見到都得賣。賴文正啲鹽嘅杜烘，詳細嘅土，愛出貨嘅菜，唔但搶其種嘅動多品種，連包裝嘅方式，咩都冇強用。該種菜該西方嘅該種嘅台種好冇，按種落去冇問題嘛。唔講你拿出嚟幹下嘅咋？會卡到會燙，那你按輪好冇？因為燙啊。我哋想講，按好嘅菜拿出嚟燙睇，按就打爽咧。我就想好，我就帶個台切開來，變三角形啊，咁樣裝。看到從乜嘢？從花啊，我就講下班我就啲咧，我就加啲青，青加落去你看到冇？你就係沙拉花束。一條一條細條凍定一下嘅野菜，嫩濕濕嘅色彩很正。面地位嘅包到按起烤，為消費者食野菜家下未吃到整齊。賴文正認為農業唔但搶耕種要有優良，每個有創意，勇敢創新改變，按呢條路將周圍都長長久久。花束啦，還是說多樣化，那這個別人都可以 copy， 懂嗎？我哋要的秘密武器，唔係秘密武器啊，唯一的武器，我哋係文創業，我為了食材要上課，好啊，唔對啊。我來講有機係乜嘢東西，化學肥料怎麼來，還有我菜怎麼提供衛生條件，one cut only，那種嘅觀念，不明確啲，從嗰種嘅種嗰種嘅從新愛菜要去聽到先看過當去食，一張食得安心，而家攏係配啥冇唔啲嘅，冇辦法講冇把青菜賣，青菜就食嗰種上菜，懂嗎？那你要賣菜，你就停留啦，溝通過。見證人者用心經營，愛農業唔會總係死卡卡嘅。賴文正用全新嘅做法，來改變消費者嘅食習。嘅安呢，野菜就唔會係一般大家看到嘅野菜，像係屁股甜甜。